异位性皮肤炎是一种慢性加反复发作的皮肤瘙痒性的疾病，严重者皮肤会出现湿疹、红斑，甚至会流汤。初期有水泡加结痂，久以后就会脱屑加苔藓化的情形。一般婴幼儿大部分拢发生伫个面部、颔管加四肢的关节。台南市立病院小儿科医师陈慧根表示，治疗异位性皮肤炎，除了类固醇的药膏，另外嘛要注意保湿，因此病院嘛推出湿敷的疗法。异位性皮肤炎的小孩，他尖上在皮肤上的结构就是比较脆弱，那我们必须要再把这一层就是补起来。对，那补起来之后，它皮肤才可以就是做好水分不会去散失，而且外来的过敏源不会就是从外来侵入到皮肤这样子，那进而造成皮肤发炎。那目前医院还可以去给予的治疗就是说，如果他在擦完类固醇药膏，效果还是不理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加上湿敷疗法去做一个处理。那湿敷疗法就是说，在涂原有的药物之上，再用湿的纱布以及干的纱布去做一个保护，那再加上弹性绷带。去做一个固定，那时间大概维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拆掉。那这个好处就是可以防止搔抓，减少药物剂量的使用。医师提醒，异位性皮肤炎的发作，除了环境过敏源的刺激，另外食物嘛有可能造成过敏。当症状一直发作，上好是要找医师来咨询，找出引起过敏的原因，避免刺激。才能减少异位性皮肤炎的发生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